来看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最近伫台北市设置18岁公民权修宪基地，今仔开幕，嘛展出真侪无共时代18岁故事，要来为年底修宪的公道案吹票。你感觉会记得18岁的生活，是搁咧用录音带听音乐，用软碟片兼电脑资料。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收集无共时代18岁故事，伫台北修宪基地举办展览，邀请大家看到18岁时台湾的模样。即马18岁的柯同学甲大家分享，伊头一摆听到同学参加社会运动的启示。我第一摆发现讲，原来毋是讲咱少年，咱阁是囡仔，咱会当讲，咱会当去。无看到讲这个社会发生啥物代志，会当讲去当做咱家己阁毋知影。其实咱就算阁少年，咱嘛是会当讲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改变。18岁是真侪学生受到政治启蒙的年岁，台湾几摆的学生运动嘛，成做民主转型的关键。不过因却无选举投票权，所以即阵18岁学生想要呼吁大家年底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爱投同意。我们年轻人在上街头去跟不同世代的对话沟通，让年轻人去理解说，其实不同长辈、不同年龄层，他们是怎么看待年轻人的。而且我们也从这个时候，我们让年轻人自己的想法，去让这些长辈跟不同的年轻人去让他们了解说，其实18岁的年轻人其实对社会非常有想法的。修宪前进，世代同行；修宪前进，世代同行。台北修宪基地随时办开幕展览记者会，青民协邀请下党派民意代表出席，希望伫旧年修宪公投上尾22天，推出1000万以上的同意票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